大家好，就是林医师今仔交代我，就是帮大家做一个开场白。咱欢迎着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周医师来帮咱介绍今仔的主题。欢迎周医师。谢谢。啊，大家安尼看有吗？安尼我即安尼有法度，互大家拢看到我即马这题目大家敢有看到，还是讲我安尼敢有用正确？有诶，安尼有看。好，嘿，好，大家好。我是周明昭啦。看迄若伫内底有看到迄宣传的海报，会看到讲，迄个名应该写做周明昭啦，应该写做迄第三字，应该会写第五声嘛，7声变调的第五声。这个问题因为我进前嘛有问过我的老师啦，因为这个字，这个字第三个字若去查迄字典应该读做第五声，读做鸟。但是自细汉，阮厝内人阿公阿嬷是大人拢读鸟啦。我有问过老师，我进前伫大学的时阵去修一个医学台语的课的老师是讲，这个字虽然讲字典是讲第五声鸟较对，但是若讲厝内人安怎叫的，若是名，就是讲迄个人安怎叫就安怎叫，无讲爱讲，袂讲别人讲家己的名读毋对去啦。所以讲这个字，因为伫厝里大家拢咧读，所以我拢读鸟第一声。老师是讲有可能是大人感觉鸟歹听，所以就念做鸟啦。但是我嘛毋知，我无问过，但是老师是安尼讲的，所以若讲这三个字正确的读法是读做周明鸟啦。今仔日的题目是讲咱人为虾米安尼想安尼感觉演化是安怎讲？这个演化就是重点嘛。因为一个物件咱会使有足侪方式来看其中就是演化嘛是一种看法。今仔日就是讲安怎想安怎感觉但是为演化的角度来看今仔是1月7日拜三即马是中昼我是头拄有介绍，我是台北市立病院尚德院区的大医生啦嘛有人应该嘛会人翻作住院医生啦，差不多大家有了解啦那大概会讲即寡遮的题目啦不要紧，咱就先煞咧讲第一是问讲大家会想一个啥物是失常啦，就是讲啥物是无正常嘛。这张图就是有一个人咧爬楼梯，但是每个人拢咧落去这个人甲别人无共方向嘛安尼敢是失常失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无正常嘛，失去正常所以讲咱咧想这个失常的时阵，就爱想讲啥物是正常正常有足侪想法有的是讲物件代志物件伤侪伤少迄量的问题，迄嘛是无正常嘛。正常就是一定的量超过是无够，迄可能量伤侪伤少，迄就无正常另外嘛有一种正常是讲品质嘛，可能大家头毛拢乌的你无乌安尼可能色甲别人无共迄就是人会感觉讲无正常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来看敢有正常量啦，还是讲品质伫即个图内底就是一个人咧爬楼梯，但是大家拢咧落去，安尼甲别人无共方向安尼敢是失常会使先想即个问题这到目前为止，即个问题无一定讲安怎是正确大家每个人有千百种的想法。第二就是问讲安尼，若是即马伫遮的人，大家大部分拢嘛是台湾人嘛，就问讲伫台湾，你是一个台湾人，你感觉啥物物件是失常正平这就是一个地图啦，就是台湾嘛台湾有足侪人无共的人无共的所在但是大家拢伫台湾大汉的，应该对台湾人安怎是正常，还是讲你感觉台湾人会做啥物代志，安怎做安怎用有一个想法交你想法无共，敢是就是无正常这是另外一种正常还是无正常的想法
安尼就讲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安尼想讲伫即马台湾的社会，大家拢讲华语嘛，安尼若讲有一群人坚持要讲母语，无一定是台语嘛，会使是客人讲客语啊，原住民讲因家己的语言，安尼大家讲迄群人感觉甲阮无共嘛，安尼敢是无正常这就是一种想法啦。当然嘛，咱伫遮安尼，即马咧讨论即个问题，当然就是感觉讲这无问题啊，这无可能是无正常啊，无咱就是一直无正常的人来做无正常的代志，毋是嘛？所以讲安怎思考即个人一件代志，一个讲法敢有正常，敢无正常这有做一角度啦。这是一种角度当然大家心内有一寡想法。这拢无讲一定是安怎想，这就是一种现象，互大家知影，会使去思考即个问题。但是在阮精神科的看法因为你若是医生，也是在做医生的代志嘛，咧治病人啊，还是讲要做一寡判断啊，是讲要申请一寡资格啊，拢需要讲即个人敢有病还是无病所以伫精神科，大家拢爱有一个标准来看讲，敢有正常敢有精神病一般咱会讲骂人是神经病啦，但是大家嘛拢知影，迄若讲一个人神经有问题，一般是讲中风啦，是讲羊癫啦，一般咧骂人迄种应该是较对的讲法，应该是精神病当然袂使摕这事来骂人只是讲神经病的神经应该是讲中风，还是讲神经系统有问题，影响到运动啦，影响到动作，迄叫做神经问题精神就是神经以外脑神经的问题，但是毋是咱神经科咧看的，安尼就是叫做精神科伫咱精神科就有一个标准就是这本册这是上新的第五版是上新的伊就是讲若有写伫内底就是讲全世界拢讲即种情形就是无正常迄就是叫做精神方面有问题有病安尼。这本册会讲每个病拢有一寡标准每个病拢有诶会使写做即三个标准第一就是讲即个人因为得即个病功能有受到影响若英语若看英语本来英语即本册写讲 impairment 就是讲迄功能有受到影响第二就是讲即个病造成即个人的痛苦第三就是讲即个病互即个人无法度适应这就是做较清楚啦，就是讲大家拢会使同意讲一个人若发生遮个问题即个人应该需要帮助啦，可能就有一寡问题安尼但是话讲到底嘛是即个情形嘛是爱需要别人来判断嘛就是讲啥物叫做功能，啥物叫做功能受到影响迄个人做欢喜，但是大家人做痛苦，安尼敢是造成痛苦迄个人做欢喜做舒适，但是大家拢讲无伊会家己母甲做歹过，安尼敢是讲无法度适应这嘛是一寡需要人来判断但是讲安尼讲到底每个状况拢是有需要别人来判断安尼敢有法度一寡大家毋免讲伤济家己的一个想法有一个大家会使想大家拢会使承认，大家拢会使同意，毋是讲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的即种方式即种情形演化就会使互咱一寡想法讲到演化，大家嘛知影嘛，因为国中甲高中上课有学过嘛但是可能有的人毋是讲做熟的，也是讲有一寡毋对的观念则搁小讲一下就是来小捌一寡演化演化即个字迄个字的意思就是变化但是变化就是变化尔会使变好变歹嘛，但是这无好歹这是讲变较适应较适合所以毋是讲演化的即个字本来为英语也是国语来看，拢毋是进步的意思所以讲你若家己翻做进化迄就毋对中国是安尼翻的啦，所以你若读到中国的一寡册还是讲文章是写讲进化
进化论吼，安尼其实就是伫台湾咧讲的演化论，还是演化啊？迄翻译是无好，是毋对。吼，迄毋是愈来愈进步，吼，是讲变化，演化就是变化。啊，即马上适合的物件生物，就留落来，就安尼尔，吼，毋是讲较新的就比较旧的较好，毋是安尼意思。吼，啊，就像讲家雀嘛，啊，鲨鱼嘛，吼，即两种生物已经出现伫即个世界足侪冬啊，几亿冬啊，吼啊，但是讲因一直活到即马嘛，因就是适应即个环境的变化，吼，为足侪冬前到即马的环境，因拢有法度适应，吼，就活落来，啊，毋是讲啊鱼啊、家雀啊、即虫啊，啥物比人较早出现，啊，人较晚出现，人就愈进步，毋是安尼，拢是适应，吼，啊，若是讲地球佫有变化，啊，人佫无适合，拢无去啊，拢翘起啊，安尼人就无适应啊。迄时阵可能嘛是剩一寡家雀啊、鲨鱼啊，啊，但是安尼毋是讲因着比人较进步，吼，毋是即个观念。吼，演化本底意思就是变化。吼，啊，若讲着咱人，吼，咱人着较适应迄种较细型的社会啦，吼，较细型的自然环境。吼，啊，即种适应，吼，是较适应迄古早的社会、古早的环境，吼，古早啊，为着即种情形，就有一寡特性会发展出来，吼，啊，即种特性就可能会甲现代社会无共、无适合，啊，可能就会造成问题。啊，即种情形号做适应的差别，吼，意思就是讲，吼，一个特性的出现的发展起来，是伫一种情形、一种环境，嘛可能是一种社会内底出现的，哦，但是这演化需要时间，吼，演化出即种特性了后，若个社会啊、环境啊、自然个变化，可能你即个特性就无个做适合迄种新的情形啊，哦，啊，即种无适应的情形，就是会使家叫做适应的差别，吼。啊，若讲着咱人，吼，咱人的即种物理交心理的即种特性，吼，就较适合10万当前、几十万当前的迄种社会啊，迄种生活，迄种生活是安怎？哦，就是讲查某拢去捡物件，啊，是讲拍蜡去掠一寡动物来食，吼，即种情形，即种社会啦，吼，迄是咱人吼的即种心理特性啊，物理的一寡特性，演化出来迄种环境吼。啊，若讲即摆社会敢是即种环境，都无共嘛吼，即种无共吼，会造成一种叫做适应的差别吼，就是咱有可能会拄着问题。吼，啊，这是一张图啦，就是讲大家应该伫国中、高中还是大项拢加减有小可看过吼，意思是讲。吼，一个生物吼，啊，可能两种生物进前有一个祖先啊，但是了后大家都行家己的路嘛。但是若讲有迄个线吼，有诶甲上落尾的意思就是讲，即马佫会看会着即种动物吼，吼，即种动物即马生物即马佫活诶，啊，就是讲拢一直有适应，但是即条线画安尼直直的线，毋是讲拢无变化吼，是讲时间安尼行啊。嘛有一寡变化，但是即马吼佫活落来，啊中间这变化就是拢是叫做演化，但是演化到即马吼留落来是遮个即寡动物，啊每一个拢是适应即马的环境、即马的自然社会，毋是讲愈复杂的动物就愈进步，毋是即个意思。啊，若讲到演化吼，咱会使为两个角度来看演化即个代志吼，吼就是讲近因交透底因吼，啊，这意思就是为这英语翻过来啦，吼，近因就是讲较近的原因嘛，英语就读做 proximate causation， 意思是讲，一个现象吼，还是一个行为吼，是它伊的直接的原因是啥？我这定定的这个解说拢是这机制的解说啦。譬如讲吼，人的烦恼啊、着急啊、高超烦恼吼，这个近因就是这一个物件叫做交感神经系统吼，会伊拍开啊、加强，哦，了开始心脏砰砰踩啊，人就做精神做好啊，做警觉吼，这就是叫做近因啦，就是直接解说为虾米会发生这个代志吼，定定是一寡化学啊是讲物理的解说，这透底因就是讲一个物件为虾米吼
到底是为虾米会出现，为虾米需要即个特性啊、现象啊，是讲行为啦吼，这是讲伊即个存在的演化目的吼，就是为虾米，也是讲即个特性是为虾米历史啊环境中会互伊保存落来啦，吼，若讲无需要伊就会无去啊，伊就会即个历史就会甲伊用掉啊吼。譬如讲烦恼啊、着急啊，即种情形的透底因，就是讲，吼，伫古早时阵、古早迄个环境吼，互人也是讲动物定定的较大只的动物食去啊，吼啊，都无去啊嘛。啊，但是有诶时阵，你若会使提早发现吼，有较大只的动物要伫边啊，是讲要走落来、要走过来啊，你要先选啊，吼啊。你若讲定定的讲高潮烦恼，啊，你着足紧着发现，着会使随选，你着较袂互食去吼。所以讲，即种的人的生物，就会留落来嘛，就是伊生存较方便，较有可能。啊，咱拢是即种动物、即种生物的后代啦。所以讲，伊即个透底因来解释，就是讲，即种行为、即种现象吼，即种的烦恼、高潮、烦恼，伊是有需要的。伊是有理由存在，吼安尼这叫做透底，伊无要解释讲，迄物理也是讲化学是安怎来影响的，毋是，伊是问讲到底吼，即个物件的存在，即个物件无去是为虾米？吼，是咧回答这到底是为虾米的？吼啊，就是讲一个是较近咧看一个问题，一个是吼为伊本来的目的开始去讨论，吼啊咱就会使较了解讲演化，去看一种现象啊，一种行为，也是讲一种特性吼，会使安尼看。啊，当然啦，咱的即种真实的现象嘛，是会使安尼去了解伊的原因甲功能。哦，安尼就爱讲着讲，头拄有讲着一个演化的差别嘛，就是讲演化的迄个环境，交即马人实在咧活的即个环境是无共的，啊，即个无共会造成一寡问题吼。所以，咱爱先来了解咱人的演化的背景。哦，啊，头拄有讲着这捡物件啊，拍拉的即个环境吼，伫英语的翻叫 hunter gatherer， 就是有一寡是去掠动物，吼啊，一寡的人是去捡物件、挽物件安尼吼，来食。吼啊，大部分即种情形是伫非洲啦，吼，大部分是草埔，草埔边啊，吼，就是讲只有草，只是草埔啊边啊可能是树啊，还是讲溪边吼、森林吼安尼，即种所在吼，大部分是即种所在生活。安尼有偌济人吼，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人到150人啦，无讲做大阵的吼，就细阵的人。啊，重点是讲一世人吼，一个人拢甲即阵人做伙哦，袂去捌别人，嘛袂去讲甲别阵人吼去熟悉，是讲安怎？定定有可能会发生的代志是讲两阵人就拍起来啊吼，但是袂讲特别去甲别人交关也是安怎袂吼。所以讲为出世到翘起吼，可能一世人就敢若捌差不多150人安尼尔吼，甲即阵人生活做伙，然后伫即种非洲即草埔边啊的即种情形，啊，因拢食啥物吼？较侪的查某吼，就会一边就是咧顾囡仔，啊，搁去挽食物啦，搁掠较细只的动物，可能无法度走上远，因为爱顾囡仔，啊，若是讲查甫人就会去掠较大只的动物，这就是咱讲的捡物件、拍拉的即个社会啦，啊，这是要安怎？因是安怎大吼？啊，因的厝大部分拢是临时的啦，啊，会因为这四季的变化，是讲食物吼提供有变化吼，可能较侪动物来，安尼就会使直接大动物拢走去，因就爱耍位啦吼。啊，重点是讲吼，其实人伫即个时阵开始变较适合，嘛足够会走一个吼。意思是讲吼，甲别个像讲狗啊比起来吼，其实人吼是较适合咧走的。会使想讲吼，迄狗啊，伊的骹嘛无病吼，身躯的毛足济，人的毛拢剃掉啊，甲毛剃掉，其实是为着讲吼，若讲咧走还是咧运动，迄个体温也是讲身躯咧热起来时阵，会使随甲这体温甲伊剃掉啦，吼啊，人足够脑干的吼。
比这别个动物比起来足够老怪，而且人是用徛的吼，其实徛的时阵吼，就较袂晒着日啊，敢若头壳顶会晒着日，啊头壳顶晒着日即件代志，就有头毛去甲伊动的吼。其实人的规个身躯的即演化的变化吼，是足适合捌足够走的吼。这走毋是讲走100公尺、200公尺，是走几十公里的吼。若是讲伫非洲嘛是有一寡，这搁伫要搁袂住伫都市啊，著伫讲庄骹所在，是讲这草坡所在的人吼，因咧掠动物吼，是用安尼连续走几十公里吼，走甲迄动物已经着煞，安尼著给掠起来吼。其实古早时代人是安尼咧掠迄大只动物的吼，因走足紧，但是走袂久；啊，人走无紧，但是走足久。啊，走到迄动物拢已经着煞，着走袂去，着互人掠起来。即种生活维持差不多成百万冬吼，所以讲咱人的演化的历史吼，大部分时间拢是安尼过。所以讲咱人的足侪特性吼，就是拢较适合安尼的社会啦。颠倒即马即种都市生活较无适合咱人演化出来的特性。一寡岛啦，这拢是伫非洲的岛啦，就是讲这是现代岛，但是这就是讲即阵人吼，因拢保存为古早祖先时代就安尼生活落，所以讲会使看到，就是讲囡仔就是对爸爸妈妈吼，啊，但是若是有囡仔对，可能就是伫附近吼摕物件、捡物件，啊，平常时是规定人生活做伙哦，无咧分讲囡仔几岁啊去读小学还是读幼稚园，啊甲同学朋友同年岁人做伙，毋是安尼，吼是无分年岁，无分查甫查某，逐个拢透人做伙生活，做伙开讲吼，啊，罔学一寡物件，罔算罔学安尼。啊，若讲迄是古早嘛，那即马是安怎呢？即马的话吼，就是为差不多10000冬进前吼，开始这农业革命吼。就是讲，咱人开始固定即个大个所在，头拄有讲着嘛，伫非洲迄种情形，若是讲动物，也是讲一寡水果还是菜啊，一寡物件吼变较少，着爱刷位。但是伫这农业革命了吼，就开始固定种产啊，固定这大个所在，社会变较复杂，开始会出现讲阶级吼，甲分工啦吼，就是讲。进前可能百外人，吼可能就一个吼上大个，啊其他大家拢差不多。但是你这社会变较复杂了，开始就有阶级啊吼，啊，迄是差不多10000冬前啦吼，差不多到200冬前开始就有出现咱讲的这工业革命吼，就是讲科技较进步。啊，做工课的所在变做伫工厂甲办公室啦，或者大家较捌啦，就是做侪人即马嘛是安尼生活。啊，到差不多最近差不多正10冬吼，20-30冬嘛，这50冬是讲美国迄较进步的所在啦，可能若是讲伫台湾佫慢美国差不多10冬，安尼最近头14-10冬吼，迄这资讯吼爆炸吼，就是讲足方便的吼，这社交软体足利便的，互大家吼心内压力足大吼。等者小可解说这是啥物意思吼？啊，头拄仔讲着这适应有一种适应的差别嘛吼，啊，咱人是有啥物差别是足明显。吼，第一就是讲这食食甲活动啊吼，啊，大家拢嘛知，大家拢爱食枵食嘛，若讲无甲你动的，你着酷食，食较体重愈来愈重嘛。啊，但是讲为虾米安尼咧？是因为讲咱人吼，对这热量吼较悬的物件吼，就愈食袂停啦。啊，佫想要讲会通坐一，就袂想要徛，啊，会倒一，就袂想要坐。啊，这是因为伫古早时阵嘛，物件足欠的吼，你若有物件无随食，啊，等者以后掠无，啊，你就会枵死。啊，而且吼，因为无代志做的时阵，就莫讲活动伤济，安尼你若佫无物件食，安尼就袂动劲。所以讲，若会休一，就想要休。吼，这拢是以前较适应的一寡特性。但是伫即马吼，因为物件收方便啊，随客随买拢有，啊，就出现这适应的差别。啊，第二点是这社交甲心内压力，就是第一是讲，头拄有看到嘛，以前是差不多甲100外人斗阵一世人吼，袂讲去捌别人，啊嘛袂讲
嘛是因为无代志做，所以随时拢甲即阵人做伙，安尼随时拢咧开讲啊，了解别人诶生活啊，问一寡较有诶无诶问题啊，吼，伫都市咧，虽然讲吼足侪人，你一工可能会拄着差不多超过1000人嘛有可能嘛，但是恁袂甲因讲伤侪话，嘛袂讲规工拢咧开讲啊，了解足侪代志话。所以讲，伫都市即个生活会欠即较深的社交，而且即社交的软体吼，互人足简单的会使比较甲评论吼。意思就是讲吼，你人伫台湾，你伫台北，你嘛会使用即手机啊，随看到你台南啊、台中啊、台东啊、亲戚朋友啊无熟悉的人过甲安怎吼，食啥物啊，用啥物，穿啥物去对说，甚至讲你嘛会使伫台湾就看到日本、韩国、中国、美国吼。英国、法国拢会使看到吼，等于讲你一个人摕一个手机啊，用这社交软体，就会使甲全世界几亿人诶，即足侪诶人吼比较，啊抢捌啊，以前一世人就甲这150人比较嘛，无啥物好通比较，而且这150人，佫有一寡是大人，佫有一寡囡仔、红个啊，其实甲你共岁人无遐济吼，所以讲这比较。无管你是有想着无想着，你就会去造成这地位的烦恼啦。因为人若是要比较，比较就是比较这钱啊，比较这敢有你有这我有迄，敢有生较好看，就会开始比较。安尼比较遐济倍吼，这烦恼压力就足大。第三就是讲生活说速度足紧，你会使想着嘛？以前虽然讲动物啦，还是讲这。食物啦，可能会随时间每当有小可变化，但是因拢嘛知影，就是食这食迄嘛，伫遮生活，遐有水啊，遐有溪边伫遐溪水啊，伫遮这棚空伫遮困啊，安尼差不多为阿祖的阿祖的阿祖，到孙仔的孙仔孙仔，大家拢安尼过生活吼，每当嘛拢差不多吼，细汉的时阵就知影未来是安怎，约会着吼，拢袂讲有啥物变化啦，每工就是讲即阵人发生啥物代志，差不多讲会开讲了，就拢知影嘛，无讲啥物代志会雄发生嘛，毋知拢袂。但是伫现代社会吼，随时拢咧变化，速度足紧，伤紧，歹约，约袂着，嘛无法度去提早去约，嘛毋知影明仔载后日、后一冬、10冬后会发生啥代志，拢毋知影，会互人烦恼，无法度去把握讲，即生活会变做安怎？其中的即个高超烦，还是讲烦恼着急，即个情形的是一个模型，会使来解说啦。这叫做言如精测模型吼。意思是讲吼，伫演化来讲，一个人为虾米去超烦啊，去烦恼，这是一种境界啦。互人若拄着危险的时阵吼，有较悬的这生存的机会。意思是讲吼。你会使想着嘛？会使去想讲，伫古早时阵啊，伫非洲即种社会，古早的非洲啦，无医生嘛，嘛无法度开刀，也是讲有啥物治疗拢无。那你去受伤骨头断去，也是讲一个足大的空碎，迄个是袂堪折的，人可能就乌有去啊，就翘去啊，所以讲，你若讲一个人伤超凡搞超凡，但是讲会使。会使讲都袂受伤，还是袂受这遮大的伤害，因为足细腻的嘛，足烦恼就会去做一寡动作来避免讲袂去拄着这拄着迄袂去受伤吼，所以就较可能活落来，嘛较袂受着伤，袂受伤的人较有法度有后代嘛，所以讲咱拢是即种人的后代啊，子孙啊，所以因安尼啊，咱当然嘛是安尼，只是讲现代社会吼。就是无遐济危险嘛，你可能10冬来拢无可能拄着蛇啊，是讲袂去拄着一寡足大只的动物，可能甲你食去啊，拢无可能啊，所以你毋免烦恼这，但是你看到一种看到迄长蹄形像蛇的物件，你嘛是会惊一条，因为你的祖先拢是会惊一条灭蛇的人，安尼较活落来，迄种袂惊的拢互蛇咬死啊，拢无活落来，是安尼意思啦。但是就是伫现代社会无遐济危险嘛，所以讲即种真测模型的意思就是讲平常时吼，若是养起来啊吼，大家拢去看嘛，大家会去走嘛吼，病院嘛定迄有误会嘛，但是
但是你若早真正火烧厝啊是安怎啊？你着我来，你若真正火烧厝时阵有惊你无走，安尼足危险的，可能人就无啊。啊，所以你会使误会，但是你袂使绕高去，哦，这个意思是安尼啊。啊，所以佮倒转来讲吼，这个演化这个角度吼，嘿，伫这精神现象、精神科有啥物看法吼？第一就是讲吼，啊，精神科头都有讲过嘛，这功能受到影响啦，造成痛苦，也是讲这敢有适应，这个判断吼会难着参一寡主观的判断。啊，但是你若用这演化知识来看吼，会得有一寡思考啊、判断的角度啦。吼，譬如讲，大家就即马就知影嘛，这超凡本来就是因为本来生活这环境就做这危险的代志吼，啊，你愈超凡愈高烦恼愈安全，但是即马毋是啊，所以伫现代这个社会就变做讲，若伤超凡、高超凡，就变做较无适应的情形啊。吼，这是共款的人、共款的这机制，吼，共款的情形，但是因为环境变化而有变化。就像讲，伫台湾社会做一寡代志，互台湾人感觉正常的，出国了可能就无正常，有这个意思啦。啊，另外就是讲吼，这是精神科啦，这个词叫做心理动力吼，甲精神分析吼。这种方式是讲吼，你甲病人做这心理治疗的时阵吼，这两种方式会使提供一寡了解啊、解说啊吼，然后法度了解原因，可能的原因，无一定是事实，但是这拢是讲会提出，吼病人甲家己想一下，啊，大家讲，这有可能解说。若是安尼有解说，有可能有一寡原因要解说，安尼就有治疗的效果啊吼。所以讲演化会使提供足济吼，这解说啊原因的说明啦吼，啊，都互大家照这精神科这心理动力甲精神分析的看法吼，就是有治疗的效果。他都有讲到嘛，就是讲即种古早时代社会甲即马无共啊，造成这适应的差别吼，啊，嘛有可能是影响到即马少年人精神问题吼，这就是有一寡演化看法。啊，即马有啥问题吼？最近的少年人的这忧郁症吼，啊，若我有去现一寡册啦吼，啊，进前嘛有人患做内症、阴症、郁症吼。啊，若照字来翻，就翻做忧郁症吼。这自杀、交忧郁症的比例愈来愈悬，少年人吼，其他年岁的人吼，拢愈来愈低，干那少年人愈来愈悬哦，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吼。啊，有可能的原因，哦，这是可能啊，这毋是讲就是一定是安尼啊，但是讲嘛有可能啊，这可能的原因嘛，真有可能，因为做这证据是安尼讲的吼，但是毋是讲即马大家拢认为是安尼，这还未到安尼才确定啊吼。啊，第就是讲这社交方面吼比较较增加吼，啊伤侪刺激，吼啊这为这演化角度来讲，就是讲迄伤侪比较甲地位的烦恼嘛，他都有讲过，即马的现代这社交软体，互人较大的比较的范围啦，造成讲伤侪竞争甲心内压力，而且第二个是讲有较欠这冒险的机会吼，就是讲即马的社会较保护大家，对限制少年人冒险的机会啦，啊这种冒险的困难吼，都无所在通用，啊，就造成讲一部分的人吼，甲这困难就变做讲咧比较。啊，若个倒转来看讲，安尼即卖的人，即种头脑、即种即种想法、即种精神、即种情形吼，伫古早是安怎适应的吼？啊，咧古早伫这捡物件、拍拉的即个社会内底吼，因的教育甲摇饲的方式是安怎咧？哦，第一就是讲，因无咧分这年岁吼，他拄有看相片嘛，伫非洲即种自然的情形，就是一大群人做伙吼，哪算嘛哪学吼，模仿这生存的技术，无咧分年级的吼，都无想讲即马六岁开始读小学，12岁读国中，15岁读高中，啊，共班的人上济差1岁尔吼，大家每工着照课本啦，老师讲啥着学啥，安尼方式安尼吼，就是而且这学。即摆伫学校学无可能会有人会讲迄是耍嘛，迄就是学嘛，迄做痛苦的嘛。哦，但是
你看这古早时代安尼是哪算嘛哪学吼。啊，第二就是讲无遐尼重要啦吼，因为这古早时代囡仔可能就食饭食了就无就走无去啊，啊可能就世界乱踅啊，自由咧冒险吼，啊这有做者这随机性吼，啊互因会培养这独立甲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嘛是有危险，但是这就是讲，啊，你若讲甲所有的风险拢用甲无去啊，因就无法度有这学的机会嘛，无法度去培养这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哦，而且这中间的因就是要共年岁人透人做伙，吼，有较侪较深的社交啦。啊，这甲现代教育比较起来，就做无共的嘛。啊，而且上尾啊，即逝吼是讲吼，另外有研究发现讲。行较侪步、行较侪路的人吼，因的郁卒的程度较轻啦吼。啊，这嘛是讲啊，就是若讲少年人吼，较侪这心情的问题吼，安尼其实吼啊，较简单解决的方式就是，互因较侪会使活动的机会时间啦。吼啊，像以前古早时代嘛无可能互人坐伫遐坐点。坐足久，因为无代志做嘛，无册嘛，毋捌字，吼，所以讲其实坐久就先着起来行行。啊，即嘛是可能规工伫学校8点钟嘛是拢坐点的，吼，敢若一礼拜可能2节课会使去拍球啊，是安怎？啊，另外就是讲着耍，吼，其实耍伫即嘛，大家会想讲啊，耍就是拍电脑啊，耍手机啊，其实即个耍本地的意思是要学物件学习。算是一种风险无遐悬的学习的方式，啊，互囡仔，因为你若讲算就是有趣味嘛，囡仔就是有趣味的代志就会做啊，就是哪算哪学，啊，模仿这甲试一寡生存的技术，嘛会互加强因对家己身体把握。这身体把握就是讲你知影你做啥物代志是你有法度的，啥物代志你进行试过啊，知影迄无法度，是个意思。啊，这社交的能力就是讲啊。即种的算法吼，毋是讲算手机一个人伫厝内算嘛，因为你若看讲即种时代，以前古早时代，因就是一群人做伙吼，算就是一群人做伙咧算吼，一定会训练这社交的能力吼，啊嘛有拄着问题，就会解决问题能力吼。所以讲，咱人的祖先吼，伫即种时代吼，就是靠这算啊，你。甲因讲教育，伊嘛听无，因就是知哦，你是讲哦哪算哪学，是个意思。啊，另外就是讲着这冒险啦吼，啊，着头拄仔讲嘛，像讲囡仔，你若拢无去动，因着去爬树啊、爬悬啊，会走会跳啊吼，啊，着会面对一寡较危险的情形啦，着会面对这惊吓，伊家己着会为安尼算的时阵，着去学讲安怎控制风险。啊，当然，即种算法吼，伫古早环境吼，对增加因生存的机会啊。因为若是毋是安尼学吼，因直接拄着的可能是足危险的代志啊，动物啦，较大只的动物啦，有毒的蛇啊，即种情形吼。啊，但是即摆社会一方面是为着大家安全吼，拢无法度，拢会限制，因为惊出代志。但是安尼就会造成这发展的即种情形吼，就是受到限制啦。安尼差不多到安尼啊，想讲大家敢有一寡问题想要讨论的。歹势，我是林平家医师啦，拄则因为我咧无用啊，所以拄开始一段无听着，啊，毋过后壁听起来是足精彩，其实演化是真是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啊，咱像讲阮即边啦，我小儿科的，也是讲较内科系即边啊，嘛有真侪疾病啊，甲演化有关系。举一个例，大家嘛当想看觅，拄则嘛有讲过，就是伤大颗啦，伤过大颗，甲正常诶，可能有一寡基因也伫咧适应人食袂饱诶即种社会。啊，毋过即摆因为大家拢食伤济，所以着变做愈食着愈大颗，因为咱诶基因也无改变，演化诶速度袂符对着咱社会伤紧诶演变。啊嘛有一款就是像讲贫血啦，有一种贫血叫做海洋性贫血，也是讲西方嘛有另外一种
冰血就因为红血球伊的形状是会改变，但是即种红血球伊的寿命就较短。大家就想讲，安尼为虾米爱有即种病？即种病是安怎会留落来？伊明明就互咱有病，理论上即种基因应该爱淘汰啊，应该无伫咧啊。毋过就是进前有一种叫做关节仔，就是一种蠓仔会甲人叮着，会一直发烧即种病。但是咱红血球若是形状有改变的时阵啊，咧蠓仔叮着有即种病的人。即种红血球有问题、形状有问题，人顶到较袂着病，所以即种基因就一直留落来。毋过即马虽然讲咱医药技术的进步，即种关节仔的病可能伫有的所在较无啊，毋过即种基因也是一直留伫遮，这另外一个机例。当然，我嘛感觉就是周医师甲咱分析精神科技方面的，像讲忧郁啊、焦心啊即种问题嘛。有真侪甲演化有关系我是听甲感觉真趣味。大家敢有啥物问题也是想要分享的？各位先輩，大家好，我嘛是我無啥物問題，但是我感覺我頭一擺聽到這款演講甲伊即個演化的內容，我感覺真趣味，我嘛感覺真有迄種體會甲迄個想象，尤其講到演化甲咱人是安怎交叉環，互我感覺我伫咧阮朋友的身上，我有看到即個演化的留落來迄種過程的迄種成果。所以有顛倒較了解是安怎咱人有即個鬱症、內症吼，即個情形。我真感謝我有機會聽到今仔日的課程，雖然我嘛是對半點以後才加入來，敢若在半點鐘我就感覺我足有收穫的。感謝各位老師、各位看成安尼迄個內容，多謝恁。嘛真多謝你的分享，我相信大家的收穫攏足濟。嘛歡迎大家有啥物主題，嘛會當來遮以後家己做主講人來分享。時間差不多，咱今仔日的主題就講到遮，多謝大家來參加，大家再會。再會。大家再會，多謝各位。再會，多謝。再會。